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冇移民㗎，我仲喺香港㗎。嗱，好多朋友見到我哋喺泰國嗰邊生活咧，就以為我哋移咗民，但係其實只不過係我個女喺嗰邊讀緊書，咁所以咪咪咧大部分時間咧都喺泰國嗰度陪住佢啦，而我大部分時間咧仍然喺香港嗰度做緊嘢嘅。講翻買泰國樓呢一單嘢先，嗱，其實個諗法好簡單嘅啫，就係香港嘅支出比較大啦，咁又想俾屋企人嗰啲更加舒適嘅生活，咁於是咧就按咗香港層樓走咗去泰國置業，咁就開始咗泰國、香港兩邊走嘅生活。我當時以為呢個一換一嘅操作已經係最穩陣、最攻守兼備嘅一個做法啦。點知到最近同一個玩開物業投資嘅前輩傾開偈嘅時候，跟住佢就話：其實當初你有一個更加好嘅選擇。咁我當時想喺泰國買嗰層樓咧，就大概800零尺，咁300零萬左右。咁但係因為外國人喺泰國買樓做按揭好麻煩，同埋個利息會好高。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咧，將香港層樓加按300萬。咁跟住每年嘅利息係3厘，供30年。咁跟住每個月還款就大概係12000蚊左右啦。咁Ken Sir聽完之後咧，佢同我玩咗個數字遊戲。佢話：如果你唔係加按300萬，係加按360萬嘅話，咁你每個月嘅還款就由12000蚊就上升到15000蚊左右啦。冇錯，你係多咗3000蚊嘅供款壓力，但係你多咗60萬嘅現金喎。嗰60萬拎佢做被動嘅收入。咁平時我哋做咧就有40%嘅，咁你唔係咁熟嘅話，做到30%回報都唔錯噶啦。咁一年咧就有18萬嘅收入啦。咁每個月15000蚊，咪就係咁樣嚟嘅咯。咁即係話泰國層樓你可以繼續住，香港層樓有人幫你供。到第時你想喺泰國長住嘅時候，香港層樓嘅租金就100%用嚟做喺泰國嘅生活費，係咪好爽呢？我聽完之後，我諗應該同你哋嘅反應一樣啊！哇，呃人咩？如果係咁易做嘅，個個都發達啦，仲使做嘅？但係跟住 Ken Sir 咧 show 咗好多佢自己同埋學員嘅真實案例俾我睇，點樣去透過改動裝修去提升租金嘅回報？點樣利用夾息呢一類嘅方法去創造穩定嘅現金流？實實在在係真係可以做得到嘅。嗱，不過 Ken Sir 咧再一次強調，冇錯，數字遊戲好簡單，方法亦都唔難揾。最大問題係乜嘢咧？我哋大部分人都缺乏執行嘅能力。嗱，喺呢一方面咧，我就唔再班門弄斧啦。咁啱Ken Sir喺線上有一個免費嘅座談會分享一下點樣創造現金流嘅台記。有興趣嘅話，撳下邊嗰條 link 或者留言，想要就可以知道更加詳細嘅參加方法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早啲學識點樣將資金變成被動收入嘅第一個齒輪。